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Trump 伫咧24日造势活动，伊唔但批评贺锦丽，也讲拜登的演讲讲假是不得不切。即马美国福斯电视台也邀请 Trump 和贺锦丽伫咧9月17来进行第2场的总统大选辩论。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了后，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接受竞选。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二是伫北卡罗来纳州办造势活动，批评贺锦丽是激进的左翼分子，嘛是笑话。 If Kamala Harris gets in, she would be the most radical far-left extremist ever to occupy the White House times 10. There's never been a lunatic like this in the White House. 川普批评贺锦丽是美国历史上上无能、上左翼的副总统，认为贺锦丽的移民政策运转2000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是对非法移民的直射。嘛批评贺锦丽的提囡仔政策会杀害无辜的红颜仔，会个画出家己有名的话，讲要开除贺锦丽。But this November,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going to tell her, "No thanks, Kamala. You've done a terrible job. You've been terrible at everything you've done. You're ultra-liberal, and we don't want you here. We don't want you anywhere." Kamala, you're fired. Get out of here. You're fired. 另外，川普搁伫咧家己创造的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连续发文批评拜登交棒演说真烂，嘛考说拜登甲贺锦丽是美国的一大体育。 暂时美国福斯电视台已经邀请川普甲贺锦丽伫9月17伫宾州办第2场的总统大选辩论。根据 CNN 上新的民调显示，川普领先贺锦丽3%，不过路透社的民调是贺锦丽领先2%，拢伫误差范围内底。另外一方面，美国 FBI 联邦调查局的局长瑞伊24出席众议院的听证会指出，枪击川普的20岁嫌犯克鲁克斯早就有苗，为7月7日开始，并甲真关心川普13伫宾州一月的信息。 佮要用网络搜索美国前总统甘乃迪受到暗杀时阵的资讯，包括亲手甲甘乃迪的距离。13迄一天，克鲁克斯登记参加这一场造势活动，佮伫咧川普有顶就来演讲的2点钟进前，用无人机飞过会场空中差不多11分钟，意思是为着要观测地形。我是新闻台是董炳耀。